就。都是迄个107年的，啊，这毋知有改变无？静安之药会使哦，专做的静安之药会使哦。你看种植绿肥作物啊，田间管理，翻买，管理翻叶，不可以用除草剂处理。好，无啦，阮有诶啦，谢谢。有诶，谢谢啊，感恩哦，谢谢啊，去挂就有啊。无啦，阮若去挂就有啊，谢谢啊，有情啊有。无啦，有情啦，有情啊有，来去挂就有哦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感恩。青皮豆比较常见。这么多学问呢。可翻耕的田区，每年至少翻耕一次的呢。这么多种植物了。甘薯叶，
专门吃叶子的皇宫菜啦，红菜。很好吃。红萝卜应该也有啊，菜瓜、丝瓜的是菜瓜，茭白笋啊，草字头念茭，我不也被茭，竹字头的是茭，草字头的是菜茭白笋，冬瓜、苦瓜哦，胡萝卜在这里，红萝卜就是胡萝卜，芦笋呢，韩国炒呢，朝鲜炒，味道，马铃薯大陆那边叫土豆，含甘蔗你使用甘蔗，龙须菜呀，这么多种植物。很多学问呢。还有种牧草的嘞，看还有种牧草的嘞。薏仁呢？为什么要叫薏？好鲜草嘞！油菜啊，油草。外销主力，看我毛豆是外销主力的。新市那个毛豆种很多，台南市的毛豆主要出生产地啊，毛豆就是黄豆、大豆的幼年还没有成熟期的。新市种植面积最多，还有做面的是毛豆面。很多学问呢。